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你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生物在于运动、健康，成就未来。顾先生，你有病吧？看你装多久！哼！喂。哦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异样。没有异样就好。钱我会打到账上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好。哎，以前那些女的，她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。不过公司最近要招一批新人，顾总特意要求要留一些年轻漂亮的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哦，是，我肯定帮您留意着。等到时候人事把那些人的名单交给我，我马上给你传一份过去。那辛苦了，常总，这几个呢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，都是高学历、高颜值，您看怎么样？南宫琉璃，这个名字很特殊嘛。这个很不错，形象又好，学历又高，应该符合顾总的要求。好，通知他们来面试。好，那我去办。方叔，哎，锦溪和奶奶呢？老夫人怕少夫人天天闷在家里无聊，带她逛街去了。逛街去了啊？你去把露露叫过来。